Hello，各位師兄好，好耐都冇更新啦。之前 YouTube 唔知點解好似封咗我個 account，咁啊搞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先開翻。咁啊，今次咧就係講翻呢個高股息計劃151，咁啊亦都睇睇有一隻新出嘅 ETF 3466嘅。咁啊，首先我哋又睇睇我哋嗰個月供計劃啦，呢2個月嚟嘅表現。咁啊，有少少起色啦。咁啊，6823、2388同659都有少少嘅進帳。咁啊，其餘個188、354、823、3號仔咧，都最多都要蝕差唔多40%嘅。咁啊，成個組合嘅話，如果帳面計咧就蝕1/6。咁如果計埋股息咧，就賺2/1左右嘅。咁如果同呢一個3110 ETF 比嘅話咧，咁 ETF 表現明顯跑贏得多啦。咁啊，唔計股息嘅話，3110贏6.8%，計埋股息咧就大概贏2/3。咁但係兩隻如果計股息咧，其實贏嗰個數目都係差唔多2成左右嘅。咁好啦，之後咧我哋睇睇呢一隻恒生高息股30指數 ETF，咁啊個 number 係3466。咁呢隻嘢有咩咁特別咧？咁啊其實佢同3110高股息嘅 ETF 差唔多，咁但係咧佢就係得30隻，同埋咧佢嘅特別之處就係個派息咧係每個月嘅。咁3110咧派息咧就係要1年分2次，咁啊一次多啲，一次少啲添。咁佢嘅分佈組合咧，有由30隻股組成啦。咁啊，以金融股嘅佔最多，咁啊差唔多40%左右嘅。咁啊，其次嘅就會係一啲地產啊、必需性消費啊、電信業、電訊盈科啊咁樣去組成嘅。咁如果喺呢一頁度睇嘅話咧，佢亦都有做過嘅一個叫做同恒生綜合指數股息率嘅比較。咁啊，佢平均每年咧都有7.41% 嘅股息。咁而家嘅3110咧係大概6點幾嘅 percent 嘅啫。咁啊，第二樣佢比較有趣嘅地方就係以每月派息為主嘅。咁啊，等你每個月都有個現金流嘅收入。而最後嘅就係佢主數成分股嘅挑選啦。佢又分4樣嘢為主嘅。第一嘅就係6個月平均成交額一定多過2000萬啦。第二樣嘅就係要剔除咗1年歷史波幅最高10% 嘅證券嘅。另外嘅佢都要留意翻，就係最近3個財政年度有冇派息記錄啦，就唔係話突然間派又唔派嘅。最後嘅就係會防止高息陷阱嘅，例如係咁咩叫高息陷阱咧？股價若果12個月內跌超過50%啦，咁啊或者係12個月嘅股價表現排名最低嘅10% 咧，都會被剔除嘅。咁呢一個篩查咧，亦都係1年做一次。咁啊，確保咧，佢呢30隻股咧都係屬於穩定高息股嚟嘅。咁因為呢隻3466真係好啱先上市嘅，咁所以個派息記錄咧就係暫時得2個月嘅啫。4月咧就係9仙，5月咧就係1毫子增加咗啲。咁啊，佢大約嘅平均息率都係7.23厘左右。咁而同3110比較咧，佢得6.3厘啫，現價會係。咁而3110嗰個篩選方法啦，就有少少相似嘅。咁首先第一啦，佢會剔除咗一啲一次性嘅特殊股息收入啦，例如派特別息啦咁樣。另外嘅就同呢一隻3466一樣啦，下跌超過50%嘅股票係會剔除嘅。咁佢唯一同3466有啲唔同嘅咧，佢就係會按股票收益加權，咁啊佔上限為10%。咁如果喺呢一個波幅嚟講，3110應該會比3466穩定，因為始終佢個股票多50%啦，佢亦都做咗加權。而3466咧就係得30隻股票，咁變相每一隻股嘅權重亦都會大啲，咁變相係一隻個股嘅影響性都會比較大。咁至於其他嘅篩選制度，唔算話太大嘅分別，而我都見過佢哋其實都重複咗擁有唔同嘅股票嘅。咁至於以一個
每個月有收入嘅話，咁同每年2次收入，咁啊當然手續費都係需要考慮嘅因素啦。因為你將會每個月都要俾手續費，3110就係每年俾2次嘅啫。咁但係又調翻轉，如果你係一個除咗唔係要現金流，而係股息收入再投資嘅話，咁3466就每年可以投資翻12次，咁變相個福利咧情況會大啲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如果你只係想要一個穩定嘅收入嘅話，咁比較上嚟嘅話，3110喺股價波幅上啦，同埋喺手續費上咧，應該就比3466優勝嘅。咁但係3466暫時嘅股息咧，亦都係多過3110，咁所以都仲要再慢慢去比較邊一隻比較好。始終都係觀察先，因為始終3466上市得2個月，貿然入場嘅話，都會有一個風險存在。而最後仲有管理費啦，咁3466嘅管理費係0.55%， 3110就0.68%，咁管理費長遠都係一個影響因素嚟嘅，咁啊3466喺呢一度優勝啲。咁如果你係一個想股息再投資嘅話，咁我又覺得3466嘅福利效應會大啲，再加上管理費低啲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想一個長期收入又可能會攞錢出嚟用嘅3110嘅波幅穩定啲咧，可能係會好啲嘅選擇。咁唔知各位師兄又點睇咧？